苦瓜里诗那个圣诗里面，然后我们先听一下旋律。主啊，我们都要开口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敬拜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配得一切所有的赞美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了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在这里最小的小朋友，我们依然赞美你；我们这里年纪最大的人依然赞美你。不管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是做什么的，我们是权位高的，我们是地位高的，我们是地位低的，我们都不管，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要在这里赞美全能的上帝。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妹，我们从头再唱一次哦。我们站起来唱好了，站起来。我们在这里恳求祷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把所有的一切敬拜、赞美，把所有的统统献给主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